豆腐明明係好健康嘅食材，但你又知唔知有啲嘢同豆腐一齊食，隨時會變咗毒藥？你平時有冇犯過呢啲飲食禁忌呢？今日就同大家一次過講清楚。好多人平時去街市買係，第一時間就會諗起買磚豆腐，又平又好食，仲要蛋白質豐富。無論係煎蒸、炒煮、燉湯，甚至係涼拌，豆腐都係我哋餐桌上面嘅常客。但你知唔知，看似百搭又健康嘅豆腐，原來喺營養學同埋中醫學角度嚟睇，都隱藏住好多人天天喺度犯嘅飲食大忌。有啲食物同豆腐一齊下鍋，輕則影響營養吸收，搞到胃脹、消化不良；重則隨時喺你體內形成結石，甚至對腎臟同埋腸胃造成長期嘅負擔。今日我就要為大家拆解呢7個90%人都犯過嘅豆腐飲食陷阱，教大家點樣食得開心又健康。第一個大家最容易踩界嘅大忌，亦都係幾乎90%屋企人都做過嘅，就係菠菜燉豆腐或者菠菜豆腐湯。呢道菜喺好多人眼中係清淡又養生嘅家常菜，但其實佢係一個非常經典嘅營養陷阱。菠菜裏面含有好高濃度嘅草酸，而豆腐就富含豐富嘅鈣質。當這兩樣嘢喺腸胃或者烹調過程中碰埋一齊嘅時候，草酸就會同鈣質結合，形成一種叫草酸鈣嘅沉澱物。草酸鈣唔單止極難被我哋人體吸收，會大大降低咗豆腐本身高鈣嘅營養價值。更嚴重嘅係，如果長期咁樣食，或者本身腎臟功能就唔係咁好嘅朋友，呢啲草酸鈣喺體內沉積，就會大幅增加患上腎結石或者尿道結石嘅風險。如果真係好想用菠菜配豆腐，記得一定要先將菠菜過水焯一焯，用滾水煮個30秒到1分鐘，先至可以將大部分嘅草酸溶解喺水裏面，跟住撈起菠菜先，再同豆腐一齊煮，咁樣食就安全得多。第二個大家經常犯嘅錯，就係將豆腐同蔥或者蜂蜜呢類嘢搞埋一齊，特別係好多人中意食嘅小蔥拌豆腐。俗話都有話小蔥拌豆腐，一清二楚。但喺健康角度嚟睇，呢個配搭其實係有問題嘅。蔥裏面同樣含有唔少草酸，同豆腐裏面嘅鈣質相遇，一樣會產生草酸鈣，影響鈣嘅吸收。另外，仲要特別留意蜂蜜，有人中意食甜豆腐花或者甜豆腐，甚至喺煮豆腐料理嘅時候加少少蜂蜜調味。蜂蜜裏面含有多種生物活性酶同埋有機酸，而豆腐就富含植物蛋白質同埋多種礦物質。蜂蜜裏面嘅有機酸遇到豆腐嘅蛋白質，好容易會產生凝固變性，搞到腸胃極難消化，好容易引起腹瀉、胃脹或者腸胃不適。所以食甜豆腐嘅時候，用返普通嘅黃糖或者黑糖就最穩陣，千萬唔好隨便加蜂蜜。第3個飲食禁忌就係豆腐同高嘌呤食材一齊大量食用，例如海鮮、濃肉湯或者動物內臟。豆腐本身係由大豆製成，大豆本身就屬於中高嘌呤嘅食物。如果你用豆腐嚟滾海鮮湯，例如蝦、蟹、蜆、肉，又或者拎豆腐嚟煲好濃嘅骨頭湯，甚至配埋豬肝、豬胰呢啲內臟一齊食，成煲湯嘅嘌呤含量就會即時飆升到一個非常危險嘅水平。對於一般人嚟睇，可能只係覺得好鮮甜。但係對於尿酸過高或者患有痛風嘅朋友嚟講，呢啲高嘌呤嘅組合簡直就係引爆痛風嘅催化劑。痛風發作嗰種痛楚，相信有經驗嘅朋友都知有幾咁難受。所以痛風患者或者尿酸偏高嘅老人家食豆腐嘅時候，最好選擇清淡嘅烹調方式，盡量避免同高嘌呤嘅海鮮同埋濃肉湯一齊煮。第4個大家好容易忽略嘅問題，就係豆腐同柿子或者山楂呢類高單寧酸嘅水果一齊食。雖然好少人會直接用柿子煮豆腐，但好多人食完飯之後，隨手就會拎個柿子或者山楂嚟做飯後水果。如果你嗰餐飯啱啱食咗好多豆腐，豆腐裏面嘅豐富蛋白質就會喺胃裏面遇上柿子同山楂裏面大量嘅單寧酸。單寧酸同蛋白質喺胃酸嘅作用下，會迅速結合，形成一種唔易溶解嘅凝塊，甚至會變成所謂嘅胃屎石。呢啲凝塊會刺激我哋嘅胃黏膜，輕則引致胃痛、胃脹、嘔吐，重則可能會阻塞腸胃，甚至引發胃潰瘍。所以大家記得食完豆腐之後，最少要隔返2-3個鐘頭，先好食柿子、山楂或者未熟透嘅柿餅呢類高單寧酸嘅水果。第5個禁忌係關於豆腐嘅食用量同埋特定人群嘅身體狀況。豆腐雖然好，但絕對唔係食得越多越好。過量食用豆腐本身就係一個大忌。豆腐裏面含有好豐富嘅植物蛋白質，當我哋一次過食太多豆腐嘅時候，身體吸收唔晒咁多蛋白質，過多嘅植物蛋白就會喺體內代謝，產生大量嘅含氮廢物，
呢啲廢物需要經過腎臟過濾同排泄，無形中會大大加重腎臟嘅負擔。特別係對於年紀大、腎功能已經開始衰退嘅長者，或者本身就有慢性腎障礙嘅朋友，每日食豆腐嘅份量一定要嚴格控制，千萬唔好以為養生就餐食大量食。另外，豆腐裡面含有大量嘅異黃酮，過量攝取亦都會影響體內荷爾蒙嘅平衡。第六個禁忌就係寒濕體質同埋脾胃虛寒嘅人，麻木咁樣長期食生冷嘅豆腐或者涼拌豆腐。喺中醫學角度嚟睇，豆腐性偏寒涼，具有清熱潤燥、生津止渴嘅功效。對於平時體質偏熱、容易上火嘅人嚟講，食豆腐係好有幫助嘅。但係如果你平時本身就係一個好怕冷、手腳冰冷、容易畏寒、胃痛、成日拉肚子或者消化能力好弱嘅人，仲經常去食涼拌豆腐或者未經徹底煮熟嘅豆腐，咁樣只會令到你嘅脾胃越食越寒，腸胃功能越來越差。對於體質偏寒嘅朋友，煮豆腐嘅時候最好加入一啲溫熱性嘅食材嚟平衡返，例如加啲生薑、蒜頭、胡椒粉或者花椒，又或者用煎、燉等高溫烹調嘅方式，咁樣先可以減低豆腐嘅寒性，食得更加安心。最後第七個禁忌就係好多人忽略嘅豆腐儲存同埋變質問題。街市買返嚟嘅水豆腐或者板豆腐，因為水分好多，而且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喺室溫之下非常之容易滋生細菌同埋變質。好多人買咗豆腐返嚟，隨手擺喺廚房幾個鐘頭，以為冇臭味就冇事，其實細菌可能已經喺裡面大量繁殖。食咗變質或者不新鮮嘅豆腐，好容易會引致急性腸胃炎、食物中毒、嘔吐同埋腹瀉。所以買返嚟嘅豆腐，如果唔係即刻煮，一定要浸喺乾淨嘅冷水裡面擺入雪櫃，而且最好喺1-2日裡面食完。如果發現豆腐表面開始發黏、水質變得渾濁，或者聞落去有一絲酸味，就千萬唔好惜物，一定要即刻扔掉。千嗰幾蚊嘅豆腐絕對唔值得拿自己嘅腸胃健康嚟賭。總括嚟講，豆腐絕對係一件好嘢。只要我哋懂得避開呢7個常見嘅飲食禁忌，注意食材嘅配搭，控制好食用嘅份量，同埋根據自己嘅體質去選擇合適嘅煮法，豆腐就可以發揮佢最高嘅營養價值，成為我哋日常養生同埋保持健康嘅好幫手。希望今日呢啲廚房智慧同埋養生小貼士可以幫到大家。下次去街市買豆腐同埋煮飯嘅時候，記得要留意呢啲小細節，同家人一齊食得開心又食得健康。